位於屏山嘅綠置居朗天苑，由地鐵出發點去，最新建築進度係點？等小編同你一齊睇下。坐輕鐵喺屏山站落，一直沿住行人路直行5至10分鐘到。朗天苑分3座，提供3080伙，面積介乎280至454平方尺，售價149至318萬，平均尺價6280蚊，預計2026年年初入伙。屋苑規劃有零售鋪頭、幼稚園、籃球場等設施。各位朗天苑準買家申請咗按揭未啊？今次我哋經絡按揭提供朗天苑按揭優惠，全期按息低至 H+1.3，封頂上限3.25，又有高現金回贈同埋綠色按揭獎賞，年期長達30年。綠表人士最高可申請9成半按揭，兼享高息全息戶口。朗天苑準買家要做按揭，記得揾我哋經絡按揭。